阿翔。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出来第5个人。来，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拼奖金上侪35000块，你揸上去哦。3万哦。介绍咱2队的来宾，我这边先，这真正是我的好朋友啦，我好姊妹啊伴，是而且哦，伊推广的真好，叫大家安那你知无？叫我大家来吃菜啦，但是就是迄个素食，我的队长林嘉丽。我是林嘉丽，我食菜已经10年啊。真好吼，心情拢真好吼。你看我即摆拢有生条啊，吼，啊消化嘛拢正常嘛拢无过敏啦。这就是食菜的好处。啊，咱即摆讲食菜是台语讲食菜，意思是讲素食。是这招牌有这招牌。队长，吼，我的队长是林嘉丽。嘿，啊，我的第2个成员是向嘞，来自我介绍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无肉市集朱麒麟，我是阿翔。今日帮我教手机，好，来，咱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无肉市集的创办人。创办人，秋喜。好，来一个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无肉食的，是小球啊。你笑那边？球啊！笑。好，来个啥来去？两位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无肉市集的玲。这是玲。回来飞去的玲。而且我有一个要求吼，因为阮的哦，阮300里啊吼，三八里啊，我讲，我拢叫伊300里啦，我的好姊妹啊吼，伊啊有一个戏吼，叫做较早转去，吼，伊内面吼拢是比手艺，所以讲哦，伊的手艺比较真好，是，吼，然后我要甲你考一下吼，你会当比一下专家有智慧无？好，我嘛是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咱来讲这个戏吼，这个节目的名，咱就爱直翻，嘿，都因为手艺爱倒装，啊，咱直翻就讲专家比一个圆，嘿，专家。家就是安尼，有一个厝尾顶的感觉，专家有，嘛是有哦，嘿，啊，为遮呢，地位张开嘿，本来是一滴啊，打开，啊，拍开就是有地位啊，好来，咱搁一届，我使长多一点嘛，嘿，咱长这样，到家就好，唔免长过高，预备来，专家有地位。这其实袂歹嘞，吼，对手嘛，或者拢通啊是。这嘛是一种语言呐，嘿，无唔对，好，即嘛玩恁这边的，世界语言对不？来，即嘛玩恁这边的，我介意，我足介意这个戏哦。咱即嘛要介绍伊的演员，哦，咱这队就是拢伫这边，上啊这边。来，好，我介绍队长。来，阮这队就是好戏出头天，欢迎咱队长苏炳宪。大家好。是。我是迄个早点回家内底的本尊。本尊，嘿，你是迄个我无演戏，哦，你无，我无演戏，因为是家里故事嘛，所以我伫内底有那是人演我的故事。是，我无演到，内底有人演苏炳宪，对啦，别人演我，你知道？看起来怪怪啊，怪，感觉心内家有。奇怪，我来这少年尔，就人要来甲我演安尼。表示少年就做了好啊。咱是甲故事，因为这是家里的故事，所以伊的故事内底有苏炳宪，所以就人就来演我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华，我今摆伫内底扮的是家里一个好姊妹伴秀美，本尊就是咱美秀姐。因为阮少年的时阵，阮2个足好诶，嘿，啊，阮有一个等下嘛会介绍一个叫中心不一样。主持人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东东。东东。我这摆咧伫咧戏内底是演佳丽姐，伫咧大学的时阵的东二，就是伫咧戏剧的时阵的东二。是东二嘛，吼，刷落去嘛是东二哦，吼，来东二介绍一个。主持人您好，观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演员蔡怡珍。我伫戏剧内底，我的角色是佳丽姐好姊妹伴。
中心肥。一定讲了，这是心灵解安呢。是，来，刷落去，你是演倒位？你演到我就是会议的时阵有需要我就会出现。我叫做小雅，大家好。小雅你好，你好。今日真精彩，是介绍了真精彩。啊，不过等下战争的时阵，敢会迄落啊精彩，我就唔知影哦。战争就是战争35000块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第一个王老师，欢迎咱的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好戏特技上趣味，无肉救地球有意义。老师讲了真好啦！赞！好，来，今日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大家来斗鼓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鼓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鼓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鼓。你一句我一句。是，还是要安怎斗咧？哦，这回合吼，咱有3题。3题。哦，啊，每一题吼，我甲迄句话讲出来了，中间乌掉几个字。哦，啊，恁就要想办法，甲你想到的字斗入去，变成这句是对的。谁接袂出来，另外一队就得到分数，先摕到上侪分数，第三得到5000块。嘿，资格赛就是5000块啊！先摕过来哦，吼。好，同款。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好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今仔日是你安怎的日子？恭喜！你安怎的日子？恭喜！好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好戏。今仔日是你做生日的日子，恭喜！哦，做生日的日子，恭喜！老师，你对唔对？好，会使。好，来，这里。今仔日是你做爸爸的日子，恭喜！今日是你做爸爸的日子，恭喜！老师，你对唔对？对，不过但袂当搁做啥。袂使搁做啊！爸爸做妈妈就对啊。做工作阿妈拢袂使。好来，来，今日是你带水某的日子。今日是你带水某的日子，老师，你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嘿，好来。今仔日是你出头天的日子，今日是你出头天的日子，老师对唔对？嘛是正确。我来这边。来，怎么讲？今仔日是你免上班的日子，恭喜！今日是你免上班的日子，拍戏的时候就是安尼啦。恭喜！老师安尼对唔对？会使讲出大家心声。拍戏伤忝哦。来，家己。今仔日是你入新厝的日子，恭喜！哦，入新厝的日子就爱恭喜哦，老师对唔对？因为入新厝。安尼伊是入厝尔，两个字，好，不要紧，咱练习尔。分数先，恭喜咱这边得到1分咯，出头天。来听老师解释是安怎袂用哦。好，来老师，等老师。好，拄则咱美秀姐已经解释过啊，吼，一般咱就是入厝，就干那这个词尔，因为讲起大厝。会当安尼讲，起新厝较好，因为一般大厝阁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观察，另外一种所以一般咱嘿啊，嘛是换一个角度来去思考。好，来咱后一个啊哦，好来，手放在另个顶面，来哟，上个。请问阿母安怎，愈来愈安怎？哦，阿母安怎，愈来愈安怎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足紧张的。阿母，你着爱愈来愈健康。阿母，你着爱愈来愈健康。会当呢？你着爱。伊全部一句啦。哦，你着爱愈来愈健康。好，来，老师安对唔对？会使。是。好，来，家己。阿母有运动，愈来愈健康。
健康。健康过啊。我少年。哦，阿母运动愈来愈少年啦，是老师对不对？你爱甲学了愈来愈水。来这边。阿母泥头毛愈来愈窈窕。哦，是该看什么秀哦？嘿，阿母泥头毛愈来愈窈窕，老师安尼对不对？会使。哦，袂歹袂歹。来这边。阿母煮的菜愈来愈好食。哦，阿母煮的菜愈来愈好食，老师对不对？对，阿母一直拢真好食啦。好，来这边。无吼，来我讲。好来。阿母领红包愈来愈爽快。阿母领红包愈来愈爽快。过年嘛。嘿，老师安尼对不对？嘛是会使。好来这边来。阿母。有欠钱，愈来愈好呀。哦，你拢知吼，阿母有欠钱，愈来愈好呀。老师，对不对？阿母得恭喜。阿母足可怜的哦。来，阿母食又气，愈来愈少年。这嘛是真健康啦，食又气，愈来愈少年。老师，安尼有健康无？最近新闻足恐怖的，所以。是，迄事件啦，事件都歪去啊，你啦。来，不要紧，分数先。咱恭喜来食菜得到奖咯。来，你来听老师讲一个新闻吼，来，老师。食有气的吼，一般咱来讲有气的顾目睭，迄是较偏向较无好的啦，吼啊。我是感觉讲，咱是一个全国拢咧看优质的节目，食幼气迄个所在是较无合阿母的习惯。阿爸食幼气就较正常。阿母的习惯，这个代志爱讨论啊。袂当，咱这性别袂使。不要紧，咱即马看者是阿母还是阿爸吼？对对对。后一个题目啦。吼，啊，即马是1比1吧？1比1啦，平啊哦，真正要拼输赢，啊，咱就要较正经的，吼，手放喺另个顶面，听我讲请手打，咱都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伊对我足安怎，互我感觉真安怎？伊对我足恶乐，互我感觉真欢喜。恶乐较欢喜。伊对我足帮忙，互我感觉足甘心。哦，帮忙甲甘心啦，老师安尼对不对？两队拼输赢，就看关键的一题，到底啥人会当提走奖金呢？对我足安怎，互我感觉真安怎。好，来，咱请手带。好，来。出头题。伊对我足帮忙，互我感觉足甘心。哦，帮忙甲甘心啦，老师安尼对不对？会使。嘿，真好，来这边。伊对我足友好，互我感觉真安慰。哦，友好甲安慰啦，老师安尼对不对？对，正确。嘿，水来这边。伊对我足慷慨，互我感觉真感动。哦，慷慨甲感动啦，老师安尼对不对？会使。哦，袂歹哦。来，伊对我足恶乐，互我感觉真欢喜。哦，恶乐甲欢喜，老师安尼对不对？会使。来，伊对我足大心，互我感觉真介意。哦，大心甲介意啦，老师安尼对不对？就大心。是安怎咧？不要紧，分数先。来食菜，搁得到第2分哦。你说你研究。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讲是安怎袂当吼。来，可能大家听起来拢感觉迄句会使啦吼。啊，毋过其实咱这个足是一个复数，吼，所以你后壁咧藏的应该爱藏一寡动词，譬如讲足恶乐，吼，还是讲足欢喜迄款的吼。啊，第二个感觉真安怎？迄个真就是英语的 really。好，所以伊嘛是共款是复数，你爱藏一个动词还是形容词在遐，所以你拄则的句就是讲，伊对我真大心，互我感觉真介意。
好，所以你迄个介意换，咱是较变做动词安尼，嘿，所以有小可情差啦，嘿啊，老师若换一个体贴，对我足体贴，伊对我足体贴，互我感觉真满意的会使，满意啦。好，感谢老师，来哟，咱来看一下分数。是的，先看咱吃菜这边的，今麦得到2分，啊，来咱这边好意的咧，得到1分。哦，所以讲这5000块的奖金是你倒一边。今日大家来吃菜。咱个继续落去哦，哈，再来咱的第2回合，手搭定歌机。手搭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歌机，来去望看卖。对，好，会紧张的。但无我紧张。你感觉是啥？你惊什么？我惊那个小强。小强啦。你惊加抓？加抓嘿。足好笑的哦，查甫囡仔惊加抓，我拢感觉足好笑的。哎，阿金呢？阿金呢？我咧惊。咱来看，这内面是不是无咧惊的？试看卖才知。好，来哦。好，看头前哦。看头前哦，是台语望看卖开始来。请放。哎呦！等下。哎哦，等下，放掉啊！是。那收掉，知影是啥？紧起。好来。什么 ？Iron Man。对是你哈。是。我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问到。来，讲我清楚。电问到。确定吗？我确定。电问到。你感觉3字好还是2字好？问到。嘿，问到。嘿。好，来，老师问到对不对？对。来，阮这边看到啊，加哪音？问到。哎呦，安尼问过去哦。这是问还是问？问较对。问吼，确定哦。问的啦，对，确定。问的哦。对，问的。好，来，老师问到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搁对你啊，来。问。哪位？好。问，开始问到，演习有没有问到？我感觉讲更大话。是。你已经无机会了。其实拢知，就是迄个问关键啦，吼，啊，搁迄个迄个来，小球来，小球。舞刀。水啊！用有的啦，舞刀啦。有人是喺外口讲的嘛，足恐怖哦。一样。舞刀。哎嘛袂歹。哦，有刀。有刀啦。你看点有刀就有刀哦。好，来，我们老师有刀，对不对？还不是刀啊？哎呦，真可笑！嘿啦。其实就是迄音差的问题，大家拢知影什么会嘛？就是迄个无定念，就是安尼。你看伊叫做啥？看到伊，敢会知影啥？我这动作好啥？好，不要紧，咱老师来问一下啦。来，老师，恁的走气，其实伊讲运，运气的运哈，因为你的舌尖，你的指尖伫顶管，咱人咧发音的时拢会变淡。啊，其实这字是入声字，伊的字尾是 T 哈，所以你爱运。同款的位置，唔过你爱互伊较低，所以唔是运到是运到。啊，迄个是安那叫做运到，因为伊就是咱有一句俗语叫做细汉若无运，大汉运袂屈。迄屈就是有皱褶、摇摇安尼。啊，咱爱甲迄个运住的所在，无病的所在甲运互病，所以就是
有豆，啊，迄个豆就是平平的物件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你家己爱用方法啦。系啦。好，我拄仔想一个方法咧，有豆。有豆。啊，你就知影讲有豆啥啦？你做一个。有豆。对，差不多啊，你就真好去啊。有。好，不要紧，真好，两个拢手牵手，平手哦。平手拢无。好，拢无人开喙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拄爱有豆，吼，应该拢了解嘛。其实无困难，平常时啊，拢会去拄到的嘛。会拄到，阮兜嘛是用一支。哦，你当我用，这拄好。这拄好。对。对啊。讲一支有豆。有豆吼，嘿，对啦。其实台语无遐尔困难。对啦，生活当中的。定念就好啊，吼。啊，即马刷落去要介绍这吼，哦哟。你敢摕起来？恁咧要摸的时阵较细腻，这会无性命的。哎呦，安尼真正较细腻的，无要搁介绍落去啊，对无？足强无，我惊讲恁等下拿一落去就是哦，拢知影，真正毋过家己爱较细腻。虽然讲3种咧外口，啊，较细腻。对。好，来台语，摸看卖，来，请开始。哎呦，摸落。什么？哎，熊啊！好心拍，好心拍，确定。哦，老师是不是好心拍？老师都唔知啊。老师嘛咧惊啦。来分数，恭喜得了1分哦。嘿，这我伫学校做教具拢定用。伊迄头前就是平平，因为咱迄个弧形因是复眼，因目睭就是看安尼，就是咧找方向嘛吼。啊，所以伊迄盲啊，有当时就是要互伊安尼困扰，看无，嘿，爱就了完伊的迄个视觉。对。啊，因为咱一般来讲，就是拍弧形的物件，咱台语咧做事拢会迄个甲名动词藏在后壁，譬如讲米粉炒。啊，所以拍弧形就甲变过来变做弧形拍。那像拍啊，毋过佮加上伊是细细枝啊，所以咱加一个啊甲弱化，所以叫做弧形拍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你那这个好。对啊，这拍着无性命。有袂捌用过哦。阮兜拢咧拍弧形。哦，拍弧形，毋是拍囡仔吼。毋是。唔当。好。总算吼，开始啊！好，来，咱今日哦，要讲开始这边的哦，吼，来，今日换人。我拄仔看到这个答案，我看了惊。而且伊家己佫卷起来呢。哎呦，嘿啊，你会惊无？惊死诶！你惊啥？看换人啊！免话，嘿，你，我惊迄壁虎。壁虎，会记叫迄种的啦。其他的种无啥惊，袂惊。伊个小华，你惊什么？无看到拢袂惊。哦，无看到拢袂惊，所以懵袂惊。对啦，哎呀，聪明啦。无拢袂惊。好，起码应该咧休困啦哈。哦，可以啊。你叫伊迈起来，好，准备好啊，咱来啊哦，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麦，来，请开始。哎呦。哎呦！会插袂？哎呦！哎，痛啦！是啥？哎呦！因两个敢若蒙出兴趣安尼吼，那蒙迄个物件，佮蒙逐间互相蒙来蒙去。哦，弄刷了，哎呦，那刷了。第二个第三次啊！哎呦，好来，你感觉啥？米粉啊，当米粉吗？哦，那是米粉。哦，会有哦，这种有粉的哦，吼。有米粉。你看，你感觉是米啊，是冬粉？你感觉啦？冬粉好啊啦，唔是哦，哦，好啦，米粉。确定哦。好，米粉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米粉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来分数。恭喜咱来食菜得了1分哦，开始啊！恭喜开始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好，一般咱是拢叫做米粉啊，吼，啊，不过伫迄个后来有分吼，伫个2014年7月时，就根据伊的迄个米的量来分做，那50%到100%的就叫做米粉，啊，那
比50%较少的，咱就叫做吹粉。吹嘿，啊，佮另外一款就是讲，伊会当放在水内底一直滚的，迄款就叫做水粉。水粉。嘿，啊，所以咱规个来讲，咱俗称就拢讲米粉。哦，恭喜哦！恭喜哦！开始啊，开始啊！一分比一分哦。来，咱今日搁有哦，来换啦。是哦，免讲恁惊，我嘛惊。系啊。你莫徛哇，我即摆拢徛较早远，你搁徛哇。我等下去跟伊跳的，你知无？会跳。哎呀。哎呦。对啊，你看你即摆有跳？哇，动物是无啦。哦，你叫较乖的啦。伊是定跳啦。安尼咱讲的较细声，莫甲惊着。目睭看头前。台语望看麦。哎呦，这本来唔是啦。哇！这边讲魔术佚佗边啊！魔术佚佗边啊！哎呦，魔术针啊！魔术针啊！哎，我感觉这个就有创意呢。台语新词，大家斗阵学魔术方块的台语到底安怎讲呢？台语望看麦，请开始。哎呦，这本来唔是啦，等你啦，来底。哦，真好来。等伊讲。这边讲魔术什么？红快！你是接翻是无？魔术什么？魔术，等伊讲完。哎。魔术佚佗边啊！魔术佚佗边啊！哎呦，会使无？真正是一个佚佗边啊！魔术佚佗边啊！好来，老师，魔术佚佗边啊，对唔对？袂使。啊，太多，环境太大啦。东老师有你机会啊！魔术针啊！魔术针啊！哎，魔术针啊！针啊！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，魔术针啊，对唔对？我感觉这个就有创意呢。袂歹吼。好，真正咱台语就是爱大家会当去发明这个物件，吼，尤其这是新的物件，啊，所以你讲针啊，其实是一角一角，吼，安尼规地，咱感觉会当接受，吼，啊。阮要爱的答案是迄个魔术角啊，我先角一角，较细角。嘿，解释一下，因为咱迄就是以款立方体这款形吼，咱像方糖嘛是迄个形，所以咱会叫做角糖，吼，所以魔术针啊，魔术角啊，魔术角拢会使。魔术角，嘿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哎，那个知哦，吼，真两三种讲法咯。对，来接上你哈。是。先该地好啊，乱的。好，不要紧，咱阁有机会哦，哈，来跟紧我啦。哦，哎，等下，不要，啊，袂卖紧张啦，家里坐。家己说啊，你会惊吼？会惊，会惊个强过你咯。不要，手软诶。嘿，望生命看较有安全感一点嘛。恁真正拢袂惊吗？我是感觉真大只呢。这是目前为止喙上大、喙齿上多，喙大假树风啊！哎呦，好，要紧啦，迄个300个啊吼，阮这坐。啊，安尼哦，真正。这坐先啦。无我让伊啦。哦，先去点吗？好，要让就爱让哦，彻底哦。好，来，今日来准备好啊哦。来，台语望看麦，来请开始。看头前，啊，手撑落去，你会使撑落去卖帮啊？我会先帮啦。你会使撑落去卖帮啊？你不是讲你平平？婷啊，我做啥物物件啦？迄真正有喙啦，你真够粗鲁你莫甲吃着，你甲吃着，咱会甲你教。哎，啥物啦？是啥物？哎，啊你毋是在让伊？哎，对啊。帮阿芬。哦，袂歹哦。厉害。吗？边个哥哥开电？无啦，我凊彩讲的啦，爱互先讲啦。哦，但是我爱生气啦，无爱摸到美丽。我一直咧摸伊的手呢。Me too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就先开机会啦吼。帮啊啥？帮啊分。哦，
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芒啊粉？对不对？你家己嘛丢丢者，敢是？因为伊故意要扭我。对哦，这来啦，啊，就是迄个白猪后来这个朋友啦。我什么的呀？你感觉啥？芒阿虎一个白猪叫酷鱼。啊，这敢免讲酷鱼的佚佗物啊？是。吼，有喙齿呢。是有啊。你是要去望偌久啊？这应该你捌看过哦。吼，酷鱼就好啊。好啊。吼，酷鱼。哦，酷鱼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还有一招机会哈。来，老师，酷鱼对不对？健康。啊！哎，佚佗物啊！唔是啦，阮制作单位现在足可怜的，我们那想要买真正一只酷鱼来啊，钱无够啦，想过细啊，无法度啦。大只手两个手拢无去。啊，啊，就这细只贡献互恁就对啊啦。这细只的酷鱼吼，袂遮歹啦。哦，真正啦，你就把手甲伸入去嘴内底。阮就是惊讲大只来吼，恁手会你袂卡咩啦？头就无啊。是。酷鱼吼，当然这是外来的迄个品种吼。啊，咱一般来讲叫做酷鱼，啊有当时啊方音会叫做鱷鱼。嘿，酷鱼也是鱷鱼。嘿。啊，你比这个动作的拄好，我要解说。咱另外有一种伊的写的字，就是一个口字边，啊，搁一个国家的国，迄个嘛叫做酷鱼。啊，毋过无共，这款是会加人的，吼。啊，另外迄款就是逐工你咧亮灯的酷。哦，嘿。啊，嘛有人甲叫做木鱼，毋过伊有一个名，就是较台语开的，就是叫做酷鱼。所以你爱注意哦，你要卡酷鱼，卡酷是咧卡倒一只，还是倒一项？哦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真好，来，咱请回，咱讲一下分数。来，先看阮这食菜朋友，来几分？今晚2分。嘿，啊来咱好意的朋友咧，啊嘛是2分啊。所以讲嘟嘟啊，食菜朋友是。偌济？拄啊，食菜朋友得到5000块。5000块嘛。所以今摆他去15000块。哦。啊，那咱这边嘛是分数，好伊这边的。10000咯。哦。好，今日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这回合就敢若3个答 A、B、C。嘿，所以讲咱一定要团结，一定要加油，等下甲35000摕到登去。只有奖金较悬的边，才会使去最后一回合。加油！嘿，好，来加油哦！出题哦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国道分做徛号甲上号有啥物意义咧 ？A. 海线还是山线 ？B. 照长途安排的 ？C. 南北向还是东西向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分做徛的甲上的啦，是徛的甲上的跟是啦，3号是照常的嘛，然后这是24的，差不多啊。时间要到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咱请起答案。哇，拢死做伙安尼吼。嘿，请问啊，你的死伫倒位？我就不爱死做伙啊。哦，你较有危机。这人吼怪癖。对，你有个性。哎。而且你是保护大家。是啊，啊，大家做伙走吼，安尼就无人迄个。哦，伊敢啊，无啦。位。因为哦，要开车的人应该拢知啦。吼，这是不是？有咧赛车拢知啦。是，起码这边拢是，这边嘛是。是 A。吼，我问阮丽仔者，你是安那是选 C？那个用唔着过款，我那讲爱讲到1号、3号，啊，我来讲2号伫个队，我就黑白讲安尼，就是讲第2高就是应该是2号，哦，啊，就互人更正过，所以讲你记伫心肝内。对啦，我捌用唔着过。是，对，啊那咱这边超工故意的，对，啊是安那我嘛唔知影，无定就是你对。无啦，其实应该是 C 啦，是，照讲应该是 C 啦，因为你得的嘛。1甲3嘛，啊，你袂当搁用迄个5就已经是迄个宜兰线嘛，对吧？对。啊，伊是爱算钱的，啊，上号免算钱的，
哦，徛爱算钱，相爱算钱。所以讲吼，敢若拢了解吼，对哦，无定着无定着你是对的，大家拢对哦。海线甲山线嘛是有可能啊，因两个尾也是拢有交叉。对。哦，到底是啥？我嘛唔知。吼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是。有价值啦，有价值啦。安尼搞的人搞啊，迄落。是，伊就没啦。来，中去只5条命拢留落来，中去只4条命拢留落来。哎，阮这形容太重要有价值啦。啊，请甲阮饲一下失败。是，你先休困一下啦吼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咱迄个不管是国道啦，还是讲县道、乡道，其实拢是用徛个迄个箱落去用。啊，其实照伊个形，咱知影迄个一，就是安尼直直画落来，所以以台湾的形，伊就是直的。啊字咱是安尼写对无？所以你会感觉伊是平行线的感觉，所以是反的安尼落去切啦吼。啊，当然这是我家己的记忆的策略啦吼。啊，这另外伊选 A 的部分，海线甲山线，这是铁基路的分别，尤其是咱台湾中遐较肥嘛吼。啊，所以伫迄搭遐有分海线佮山线安尼。嘿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真正是徛爱收钱。啊，乡的免收钱，啊，毋过因为迄伊安尼3条，所以咱台湾规个交通网拢足发达的。是好来5条4条继续哦。好，麻烦替我试一个后一题。嘿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传统观念讲相好的人袂使做判价，啊，毋过安怎就会使化解呢？安尼吼就会使顺利去做判价。A 婚礼吼爱戴包巾仔。B 伴娶嘛爱找相好的 ，C 穿乌色的礼服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来开始。花家较奇怪，哦，可能就敢若宪哥，宪哥嘛有。哦，啊，伊边迄个什么啥迄个，伴娶嘛爱找相好的。来个，啊4，啊3，来时间到。不要紧，无把握，咱就分开嘛，吼，来看者 B A， 好 A B。哦，是，来你选的是 A 吼，婚礼爱包巾仔，戴包巾仔，是。这就敢若摕迄台啊，安尼甲你啊，小李啊，安尼撇一个，嘿，较有这个意思。是，这内面应该就敢若嫁娶过，就是笑死。我想着我爸爸过身时阵有新，啊有下迄红色的迄单，大概应该是感觉同一个意思。同款保护安尼。对。啊，成的你选 B 嘛吼。嘿啊，伴娶，想讲伴娶若是有相好的，安尼就好好成风。无定着呢。哎，冇可能啊，对无？嘿啊，会使相拄安尼啦。啊，若是咱怡珍，你是？我是感觉讲，这种代志要化解，应该是较方便的，互人较方便。无你要找一个嘛是相好的，敢若有淡薄困。对啊，所以我。这嘛是拢有道理呢。道理呢吼。12年我咧找相好的。对啊。是啊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嘿，甲我试一个失败。嘿，这相好的拢足冤枉的。啊，其实相好嘛无歹找啦，就是网络，即马网络要找相好应该足济。好啊，咱讲到即个传统对即个相好的即个部分，判嫁咱就是伴娘，判娶就是伴人，吼。啊，所以你若准讲即个所在你会当毋是干那判娶尔，你就是讲。会当判价内底嘛会当找2个相好的，啊，所以以华语来讲，伊可能感觉迄个虎虎生风，啊，毋过以台语来讲，伊就是相好。相好听起来就是有迄个谐音，就是上好。所以台湾的智慧，所以就讲即个上好，即段音源是上好的。过来就是除了用安尼迄个，就是讲
互伊相形相克，你阁会当找一个相灵的，因为咱庙埕也是讲咱要入去庙嘛是良并入好并出，所以这个良甲好，其实若单两个做伙时，会当生出足侪迄款良好斗。对，会当足有迄个气场足好的，所以会当安尼落去用。嘿，好，老师，谢谢。哎，来，这边咱两条啊，加油！来，咱试者后一题，咱个继续哦，嘛是共我继续讨论哦，大家当坐。哦，会使讨论。好，来4位哦。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常常有足侪日常的迄个发明，啊，你敢知影倒一项环保的创意是台湾人发明的呢 ？A 会使共齐分享的迄个脚踏车 ，B 随身的迄个温管啊 ，C 甘蔗的树果。哦，来，恁有10秒时间，这应该恁拢知影哦。哎，是啊，因为这拢唔是顶面拢唔是来。来3、2、1，来时间到啊，来请起答。哎呦，大家拢只爱数。其实吼，就算讲是无看过新闻嘛，会使来推论讲，因为早期咱台湾拢是足侪迄运迄甘蔗园啊，对，所以这是算是咱台湾的特色。嘿，所以我感觉应该嘛是这嘛较有可能。我都唔知影这是唔是无听到，那是是吼，我是要 A B 是倒位咧。我甲记得较早下班咯。啊，对，大家嘛免行到遐尔啊长啦哦。是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是，真好，大家拢真了解台湾咯。袂歹。啊，其实甘蔗是较热带遮的迄个食物嘛，吼，所以咱是甘蔗树讲。另外，为什么会安尼做？因为咱即个永续目标的即个世界趋势，吼，咱有17个永续目标，其中内底咱的迄个再生能源，啊，搁有就是迄个友善的环境，拢是伫个目标内底。所以咱台湾人足巧，会当发明即款再生能源，啊，互即个环境搁较好。像咱无食肉，啊去救地球，这嘛是防止暖化的一种永续的迄个友善的行为。好，真好，来，咱即嘛是一后一题，来哦，够紧张的。上个咱请出题，加油！请问，伫咧较早的台湾时代，做啥物代志会互人讲你不好？哦，是不好哦。A 食咸 ，B 食素，都是食菜 ，C 食肉。细汉时阵，若有时大人死的时阵吼，就是有一阵袂当食肉对无？迄是有事件，这个事件的时阵，伊是讲不好哦。哦，不好。拜拜一只鸡吼，啊就会烧抢啊，抢肉去食就较不好。哦，别讲嘛，就是鸡腿你要食，我嘛要食，但是阿爸嘛要食。对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做啥物代志会互人讲你不好咧？讲过回来，报你知哦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较早的台湾哦，吼，做什么代志，互人讲你不好。好，来这边的，第一个食咸，第二个食菜。食菜，第三个食肉。好，差不多，好个。还是你要选 C。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。哎呦。因为介像就是细汉时阵，若有时大人死的时阵吼，就是有一阵袂当食肉对无？啊对啦，有人嫁养，有当时厝爱办菜刀。是，迄是有事件，这个事件的时阵，伊是讲不好哦。哦，不好。对，因为鸡拢干那食尔，啊拜拜一只鸡吼，啊就会烧抢啊，抢肉去食就较不好。哦，妈，这没啦，咱讲过没？没啦，有道理啦。就是鸡腿你要食，我嘛要食，但是阿爸嘛要食。对。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应该是恁的题目
看较无清楚，还是应该毋捌听过啦。误会意思嘛，毋捌听过。是。好，安尼是安怎食咸这件代志会变做是不好的代志？其实若照安尼讲，外口足侪不好做啦。啊，不过伊的意思是讲，因为食咸第一就是讲伊会酸身体，对咱的身体无好。啊，譬如讲你若胃啊食到胃溃疡啦，是肠啊有各样，安尼你若比爸母较早走，安尼就是不好嘛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你迄个食咸，你可能伊较热啦。所以有当时迄个心会较无定安尼，吼，就是心胸手热安尼，吼，所以这你若心胸手热出去啊，一困就变做棒球队，还是安怎？爸母伫厝里的挂心，吼，这嘛是不好。过来就是讲，迄个五草内底，咱的佛教还是道教。内底像这款咸的啦，有蒜头的也是韭菜，这伤过刺激，也是甲荷尔蒙有关系，所以因是感觉一个有修行的人，较有修养的人，无适合去食这款较粗的物件。所以拢总讲起来，你就是爱为爸母，也是为家己的品行来做修行安尼。真公平，两个拢无对，不过嘛是爱看阮数。吼，先来看阮来食菜这位朋友。进前呢，到即摆已经累积了15000块咯。真恭喜！啊，那咱好喜这边的呢？来嘛有1万咯。哦，所以讲会当15000，会当来去摕奖金。哦，食菜朋友啦，摕奖金哦。加油我会当摕倒去转去无？15000。好，进来咱的俗语，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拢总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。俗语我来排，来大家做伙排哦。来，今晚分数偌济？啊，今晚吼，伊是15000块，所以就是15秒，是毋是足少的？真少啊啦！无咱节目当中搁送者，送你30秒啦。45秒，45秒。好，来，麻烦您排一排。咱扣着15秒，我380第一个。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好，我来提吗？啊，袂哦，我们讲开始哦。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那，起来，对啊，正确来了，食人口，不人一道，啊，正确来了，红水，大班，哦，不是这里，过来，哦，大班，哦，不对，不是这哦，大班，好啦，哦，大。哎呀，可惜啦！咱一般迄个第一句是内神通外鬼，一般咱神是咧保护咱厝里的人，也是讲有主张吼，啊，所以这内神就是讲咧管这个家的人，的神，你竟然通外鬼，外鬼就是一寡变鬼变怪，要甲你偷黏偷占的迄款的人，所以内神通外鬼是讲就是互相交结安尼吼。啊，第二句食人一口报人一斗，一口就是一喙，所以细细啊喙的受人点水恩，定当涌泉报，所以伊就是迄个一斗，咱一般来讲，不管是芳斗还是讲你去茶米一斗，拢是差不多遮大，吼，所以你食人一点点啊，毋过衡量足济吼。啊，第三句是洪水乌大斑，啊后壁阁有半句，迄个乌咱一般就是大家拢会用唔对，譬如讲乌日目镜，天乌就是这字，吼，乌天暗地就是这字，啊大斑就是你款办事足大斑的安尼吼。阁来第三句就是迄个好心互雷针。吼，针就是安尼，吼，所以咱即马最近袂当硬头针，吼，还是安怎？吼，就是讲你家己，这拢是咱性病爱去注意的所在。啊，伊真好心，应该爱有好报，
啊，毋过他会出去的是，总啊迄个迄个雷公公着，吼啊，人就讲你若做歹代，你出去哦雷公公死，啊，毋过伊足好心的啊，煞互雷จิ้着，就是互雷公着，互卡着，吼，啊，这一定是绝对无命的吼。啊，最后一个是迄个食米，毋知影米价，因为米对咱以前来讲，米是足贵的物件。吼，啊，互你食遮好啊，啊，你竟然阁毋知伊的价销，吼，啊，毋知影我对你的这款付出，还是讲你毋知这个行情，吼，所以就是劝咱，就是讲你爱去小本啦，吼，啊嘛爱知影一寡趋势，还是讲一寡状况安尼，毋好食米，毋知影米价，毋知影甘运安尼，嘿。多谢，不要紧啊，再过来摕就好啊。换多少？对不？后一张，是后一张嘛，不要紧啊。两米布，好不好？两米布名。不要紧啊，咱无摕到奖金，咱嘛是爱来去颁奖。来，颁奖。嘿，今日哦，其实真欢喜，就是哦，大家拢有学到。对啊。好，今日啊，谢谢咱的顾问老师啦。感谢咱的汪秀荣汪老师。专家有地位，到顶变得意。好哩，大家拢欢喜。拜拜，再会。谢谢谢哥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